一恤衫咧，首先就要分清楚件衫嘅底或者面嚇，仲要分清楚佢嘅前面同後面喎。係啦，首先咧穿咗隻壞手先嚇，沿住衫就拉高上去。嗱，拉個膊頭，然後好手咧就拉過另一邊嘅膊頭，將件衫再穿埋個好手。冇錯啦，黃伯做得好好喎，扣埋鈕咧就大功告成啦。黃伯，如果扣鈕有問題咧，可以使用呢一個扣鈕器，不如我教你點樣用啊？唔該啊。嗱，首先咧將個扣鈕器穿過個鈕門度，然後鎖實個衫鈕，係啦，然後咧將佢拉過嚟呢邊鈕門度，除翻個扣出嚟，咁就好容易一隻手都可以扣到衫鈕噶啦。你睇，利用啲小工具就可以將難題解決啦。不過黃伯，平時你屋企咧仲要多啲練習着衫技巧喎。好啊好啊。如果想再方便啲嘅話咧，仲可以將衫嘅鈕門改成為魔術貼。頭先黃伯喺着衫嘅時候，佢分辨件衫嘅前後左右就比較困難，我哋可以喺衣袖上面加上記號。係喎，我一